大家好啊！我係 Tuesday 啊，歡迎大家咧又翻嚟收睇我呢個 Tuesday Channel 啦。今日咧我哋就嚟到深圳嘅觀瀾湖睇一個女子嘅高爾夫球比賽。呢個高爾夫球比賽咧，其實我上年咧都影過㗎啦。咁今年再翻嚟咧，就係呢個沙特阿美嘅高爾夫球比賽啦。咁呢個比賽咧，而家嚟到第5站㗎啦。咁喺年頭開始咧，就已經經歷咗4場比賽啦，包括喺阿拉伯啦、美國啦、英國啦同韓國已經舉行咗4個賽站啦。咁今年嘅最後一個賽站就嚟到呢個中國深圳嘅觀瀾湖嘅世界盃球場。咁而家咧就係呢個球賽嘅最後一日啦。咁喺最後一日咧，我哋中國嘅2位選手咧，就而家係並列第2名嘅，咁啊，所以今日咧係好有機會咧可以攞到冠軍嘅。咁包括咧有前世界第一嘅殷若玲啦，同埋劉瑞欣。咁一陣間咧，我就想帶大家睇下佢哋喺呢一日嘅最後9個洞嘅比賽嘅情況。咁我都好期待睇下可唔可以睇到佢哋拎到呢個球賽嘅冠軍啊！好啦，佢哋應該差唔多嚟到尾口㗎啦。今年嘅沙特阿美錦標賽都係喺呢個深圳嘅觀瀾湖世界盃球場裏面舉行嘅。PIF 全球系列賽嘅收官之戰，總獎金高達200萬美元，由女子中巡同埋女子歐巡聯合認證，具有國際嘅頂級水準。有個人賽啦、隊際賽，有104位球員爭奪個人榮譽，組成26隊隊伍爭奪團體賽冠軍。而家呢，我哋就喺第9洞嘅鏡頭前面呢，有位着白色上身衫、黃色短裙嘅美女呢，就係其中一位球手林千惠啦。除咗人生得漂亮、身形好睇之外，打波都好勁嘅。響今次亞美中國錦標賽最尾嘅成績係並列第2名，總桿數206。喺我哋等緊其他球手完成第9洞嘅時候，有好多咧中意佢嘅粉絲喺旁邊咧都希望得到佢嘅簽名啦，而佢亦都非常之好咁樣咧係有求必應嘅。林千惠咧只係得22歲嘅啫，喺2021年嘅時候咧開始轉打職業嘅高爾夫球。喺2025年咧，佢已經參加咗8次嘅女子中巡賽㗎啦，而家嘅排名咧係第8。喺5月嘅北京女子挑戰賽勇奪冠軍。好啦，鏡頭一轉呢，而家呢一組就係冠軍組啦。深色短袖衫、深色短褲嘅咧就係劉瑞欣。紫色衫咧就係泰國球手姚佳佳，黑色衫咧就係我哋中國嘅前世界第一殷若玲。嚟到比賽最後嘅9個洞，10號洞開波嘅位置，而家準備開波嘅咧就係劉瑞欣啦。觀瀾湖對於劉瑞欣嚟講呢係好似屋企一樣嘅，所以佢都話呢今次比賽就好似喺鄉親父老面前打波一樣啦。而家黑色上身衫、白色長褲呢位呢，就係殷若玲啦。殷若玲呢個名字呢，喺中國內地呢應該都唔需要點樣多介紹。殷若玲呢係中國職業球手啦，而家呢係打緊 LPGA 嘅巡迴賽嘅。喺2023年嘅時候呢，喺洛杉磯公開賽攞咗冠軍，成為 LPGA 巡迴賽嘅第2位嚟自中國嘅冠軍啦。係繼馮珊珊之後第2位中國嘅 LPGA 冠軍。除此之外，佢亦都獲得2項嘅健力士世界紀錄。佢係喺中國女子職業高爾夫球巡迴賽攞得最多連勝嘅，同時亦都係轉咗職業之後呢連勝最多嘅一位球手。剛剛喺第10洞果嶺匹停完之後呢，就到咗劉瑞欣嘅匹停啦。劉瑞欣呢係一位出生於深圳嘅球手，佢係呢隸屬於廣東隊嘅，所以話呢今次返嚟深圳觀瀾湖打波呢，真係好似喺屋企一樣。佢喺2016年呢已經轉為呢個職業球手啦，而家都係打緊呢個 LPGA 嘅。好球！好誇張啊！跟住殷若玲呢一組啲人咧多到不得了，所以咧頭先咧嗰啲工作人員咧就經常地控制啲人咧，叫佢哋停啦，唔好嘈啦，唔好等阿殷若玲一大波就大千晒啦，真係好誇張。個氣氛咧同喺香港睇打 Open 都好唔同啊，好有睇波嘅氣氛咯，同埋好似做 HIIT 要急步行，然之後又停，好緊張啊！
我哋佢哋打第二杆啦。而家喺畫面前面呢，準備打波嘅呢就係殷若玲啦。內地嘅球迷呢對殷若玲呢真係特別中意嘅，個波都未睇到去邊呢，就話好球噶啦。而家打波嘅呢就係劉瑞欣，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呢，佢哋對於劉瑞欣啦同埋殷若玲呢個反差。劉瑞欣打完波呢冇咁熱情嘅，佢哋係接着下一杆攻上果嶺嘅呢就係劉瑞欣啦。呢球打得好好啊，差唔多就中旗啦。跟住下一個球洞，我哋嚟到第13號洞，係一個 Par 3嚟嘅。而家開波嘅係劉瑞欣，跟住就到殷若玲啦。這個漂亮，這個漂亮。好啦，我哋跟住過去果嶺嗰邊睇下先。呢個係劉瑞欣嘅 birdie putt。哎呀，好可惜，略過咗。跟住到殷若玲嘅 birdie putt 啦。真係爭好少咋。好，最尾呢，殷若玲同埋劉瑞欣喺呢個洞都係打趴。嚟到第14號洞啊！呢一球呢，我覺得非常之精彩嘅。球，完美。打開 golf 嘅你哋都知道，呢啲咁嘅斜腳位啦，同埋呢你要穿嗰啲樹係非常之困難。而殷若玲呢球呢，打得出嚟不特止，仲要超級近期。既然呢一杆打得咁靚，咁睇下呢一匹呢，可唔可以好完美咁樣一匹就匹入啦？點解大家都覺得咁可惜呢？就係因為其實佢喺前嗰幾個洞呢，有好多杆好近期嘅推杆呢，都係拍唔入嘅。好啦，話咁快呢，嚟到呢個比賽最後一個洞，最後嘅果嶺啦。不得不提呢，係劉瑞欣，我覺得佢好犀利，因為喺我哋睇球賽嘅時候呢，所有大部分嘅觀眾呢，都係為咗殷若玲而喝彩嘅。而對於劉瑞欣呢，係冇咁熱情，某程度上呢，相信都會有少少影響嘅。但係呢，劉瑞欣都 handle 得非常之好，冇俾呢啲嘢影響到。我哋就睇下佢喺呢個比賽裏面最後一個推杆係點啦。喺賽後嘅訪問呢，劉瑞欣都有提及到，其實佢同殷若玲呢係多年嘅朋友啦，所以呢，無論係對方贏或者輸呢，都會為咗對方而開心嘅。佢哋呢亦都係喺賽後呢約咗一齊食飯嘅，所以無論佢哋個比賽係幾咁激烈呢，其實最尾大家都會為對方而高興。喺呢度感謝觀瀾湖主辦方嘅支持，令到我呢可以採訪到劉瑞欣，睇到佢得到冠軍之後，第一時間直播 live 咁樣睇住佢奪得呢個冠軍嘅榮譽獎項。好啦，咁而家咧就喺個 media centre 裏面咧就等緊佢哋頒獎啦。咁今日咧我就行咗9個洞啦，跟住咧我哋今日嘅冠軍
劉瑞欣啦，同埋咧殷若玲去睇佢哋打最後嗰9個洞嘅。咁啊，好可惜啦，殷若玲今日係有啲失準嘅，咁所以咧就無緣呢個冠軍啦。咁啊有機會咧就係 witness 咗咧睇呢個劉瑞欣嘅精彩嘅表現啦，然之後睇住佢攞冠軍係非常之開心嘅。咁我想話下咧，今次嚟呢個沙特亞美賽睇球賽同我上年嚟睇咧係非常之唔同嘅感覺，因為咧上年可能係我係唔係最後一日嚟啦，咁所以咧個氣氛冇咁好。今日咧就係上次咧最後一日嚟咧，個氣氛係超好，可以咧睇到好多球迷好熱情啦。基本上咧個球手咧啱啱一打個波，都未睇個波落點咧，就已經話係好球。咁同埋咧亦都睇到好多好緊張嘅時刻。咁所以如果咧大家有機會想去睇球賽咧，我都好推薦大家專登嚟深圳去睇個沙特亞美賽。其實個氣氛咧可能比你喺香港睇球賽咧更加之開心同埋興奮。好啦，咁啊講住咁多先啦，我哋下年再喺沙特亞美賽嗰度見啦。咁咧臨走之前記得要 subscribe 啦 ，forward 我啲片俾朋友睇啦，睇多幾次，同埋 like 同 comment 啦。我哋下次再見啦，拜拜。同場加映睇下我問咗啲咩問題啦。你好 ，Congratulations！我是從香港來的 Tuesday。現在下個星期你在香港打一個全運會，你有沒有什麼策略，還是有什麼期望呢？You mean practice round, right? Yeah. 那個球場很漂亮，我必須說，球場的 condition very very good。它是2個球場中各抽了一個8個洞，一個10個洞嘛。有一邊我具體是哪邊我不記得了，應該是Eden，它稍微有點窄，所以可能開球的話不太都會用1號木，但是因為我還沒有跟我的 caddy 一塊兒去試場，所以也沒有太多的 strategy。現在就是但是我知道就是開球要稍微注意一點。好啦，我哋下集全運會再見啦，拜拜。